有個老公放工返到屋企，一開門就見到太太正怒氣沖沖咁鬧個仔。佢聽咗兩句，覺得太太好似太兇，但都冇即刻插手，反而先行入廚房。入到去，見到台上有一鍋熱辣辣嘅雲吞，於是自己慢慢盛咗一碗嚟食。食完之後，聽到太太仲喺廳度不停責罵個仔，老公終於忍唔住開口，教小朋友唔好成日咁惡啦，有咩事慢慢講道理咪得咯。點知太太即刻回頭講：你知唔知佢做咗咩？我辛辛苦苦煮好成鍋雲吞，佢竟然走去喺裏面賴尿。老公聽完後，態度180度轉變：老婆，你休息下，等我嚟教。聽落好笑，但其實好真實，因為人好多時都係咁，當事情唔關自己事時，人人都可以好冷靜、好理性、好有道理。我哋總會覺得有咩好嬲？咁小事都控制唔到情緒？如果係我一定唔會咁。但真正輪到自己身處其中，情緒、壓力、委屈一齊湧上嚟時，好多原本掛喺口邊嘅大道理，瞬間都會消失。因為人最大嘅盲點，就係習慣站喺局外睇別人，卻永遠低估咗當事人真正承受緊嘅感受。你冇經歷過別人嗰種痛、嗰種壓力、嗰種崩潰，其實你好難真正理解對方。所以有時候，比起急住評論，更加重要嘅係理解。成熟唔係你幾識講道理，而係你開始明白。有些情緒，只有真正經歷過的人先會懂。唔好輕易批評任何人，因為你未必承受得比對方更好。